咱要来看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。我会记得，哦，这安尼足久啊咧吼，10几档进前咧考试吼，新学院考试时阵，内面都有一个题目讲，请你分享对罗马书12章1、2节的看法。题目就是写安尼尔，我想讲是啊。罗马书12章1、2节是咧讲啥？伊也不写出来啊。加在有一寡印象哦，因为对迄个你们当献上自己当做活祭，这个有印象哦，所以大家写出来吼。今日这个经文保罗讲，你会将家己好。耶稣伊劝所有的基督徒，尤其这个所在是罗马城的这个基督徒，爱献家己的身躯，诚做活的祭吼，诚做祭是活的吼。那什么叫做活祭啊？什么叫做活祭？所有的祭，伫犹太人伊咧献祭之前拢是活的吧？牵羊、牵牛来献祭，所以遐个祭拢是活的，对无？所以献祭前一定是活的啊！伊强调活祭是啥物意思？你想看觅啊？你若要活鱼三吃吼，啥物意思？哈？活鱼三吃啥物意思啦？伊咧强调啥？强调这个鱼仔毋是为冷冻库摕出来，对无？迄是了力进前啥啦？是活的，活跳跳的，所以活祭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活祭敢是安尼？好，咱本来是活的，即摆献伫祭大顶面就安那，就死去啊！本来祭就是安尼啊，一般的献祭就是安尼啊。伫献祭之前是活的，即摆放伫祭大就安那死去嘛。若是安尼，是安怎保罗要强调讲这是活祭？你们是活祭。献上自己当活祭，一定有意思吧？保罗你讲的意思，不只是你献祭之前是活的，你献了咧？你献了犹原是活的，所以他这边写伊讲是活祭，是 living sacrifice， 是活的祭，这麻烦呢。你若献一只羊伫祭坛，即个材料伊伫这段阁是活的，伊安那？你操呢？会酸去呢？好歹命！我想要做祭物吼，为什么要当活祭？可是保罗伊咧强调，这个是活的祭，毋是咧强调讲这个祭吼，伫祭坛阁会活跳来跳去，阁会去走去吼。伊咧强调啥物货？伊咧强调后面有讲到，伊讲。得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。你这个祭物若是死去，刚有法度搁咧讲迄个变化家己。你在祭坛上面刚有法度用心智来变化家己。但是咱会讲到遮吼，伊讲恁献上家己诚做活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后面保罗讲一句。这歹解说，这歹翻译的一句话，伊讲，哇，看规拢走出来。伊讲和合本是写讲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，很熟悉的讲法，对不对？可是也可以把它翻成说，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，也可以翻译成，这个是你们在理性上的敬拜，也可以翻译成。这是你们在灵性上的敬拜。后要请恁献恁手中台语的圣经，汉语本、台语汉字本，献一个好不好？请你们翻开12章，罗马书第12章，罗马书第12章第1节，咱台语的圣经是安怎写的？不，免为遐头前啦，上尾一句就好啦。这是啥物？这是恁啥物？
心灵的服侍哦，刚好是最后一个，有没有？他是写服侍啦哈，啊，我后边是写这是恁灵性上的敬拜哈。我一个一个来解说，给大家来听，看麦啊哈。这句话这一句在希腊文圣经里面是不好翻译的哈。一共和本翻说：“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。”这个咱先来看侍奉跟敬拜哈，很多其他的译本，英文的译本直接翻成 service。是侍奉，啊那是有会翻成 worship。其实伫英文内面吼 ，service 跟 worship 是可以同义的吼。咱你讲，即马这段是台语的敬拜，台湾的 service， 啊下晡是华语的敬拜，Mandarin service， 好，因为安尼讲吼。所以这两个是通用的。啊，毋过伫咱的汉字、咱的概念、咱台湾基督徒的脑袋里面。服侍跟礼拜是两回事吧？是不是？服侍好了，互咱想到什么代志？服侍，你想到什么代志？啊？嘿，做介济代志，是不是？哦，为交台开始，司琴、献诗、讲道、祈祷、书会，这拢是什么？服侍，包括等一个。在服侍咱食爱餐吼，整理物件，咱个服侍就是等同于做很多事情哈。啊，不过这边给咱强调一下，讲下这你的服侍是你的敬拜，你的服侍是你敬拜上帝。当你咧敬拜上帝的时阵，你是咧服侍上帝。咱大家把这两个观念甲做伙去思考你的服侍，甲你的敬拜。伫咱长老会基督徒，咱的敬拜，咱的礼拜是咧创啥？做礼拜对无？做礼拜翻成台语安怎讲啊？哈，是坐礼拜是无？做礼拜啊，坐着礼拜不是坐礼拜，啊，是毋是嘛？咱的礼拜是毋是坐伫遐咧礼拜啦？各位兄弟，好，咱敬拜上帝重点是坐伫遐，好。听唱歌、听讲道，那是坐着的礼拜，吼。这是一个服侍，咱的敬拜是一个服侍，吼。咱来知影，这是一个服侍。好，这是服侍啊，加敬拜，它这个双关语，吼。服侍等于敬拜。后来，咱看后壁。你们如此侍奉，如此服侍是理所当然，哈 ，reasonable 是应该是合理的。阿姆哥，他的翻译可以也当卖怀疑这合理的、理所当然的，可以把它翻成是理性的，好，甚至于可以翻成是 truth， 好，就是讲，恁安尼的敬拜，还是恁安尼的服侍是理所当然，阿姆哥也当怀疑中。这是另伫上帝，这是另伫理性上面的什么敬拜？各位兄弟，尤其是咱长老会是较高教派，无遐高啦吼，就是讲咱的礼拜就互咱想到仪式，对无？行礼如仪，吼，牧师甲长老为中行来，吼，安尼咚嘞咚咚咚，吼，啊，即马迄个，但是要创啥，拢有规定。咱若想到礼拜，就想到仪式，对不？好，礼仪的礼拜。啊，不过伊强调讲，这个是你们在理性上的敬拜，好，不是仪式而已。这是你要投入的，好，啊去思考的，这跟你的悟性有关系。所以，约翰加利文，长老会的创始人约翰加利文，伊所设计的礼拜里面，上重要的部分是什么部分？长老会的礼拜，上重要的部分是什么？讲道嘛。你看长老会礼拜堂，伊甲讲台放伫中，咱无盖中是因为会去炸着伊甲讲台放伫中，这是咱改革中长老会新学的建筑方式，我相信咱兄弟一定捌看过迄个
讲台伫边仔有无？倒边正边拢有一个，啊，一个互书会，一个互无书讲的。捌看过即款无？即款什么会知无？什么教派的教会是即款的建筑，即款的设计，知影无？天主教，吼，路德会，啊，路德会咱伫台湾叫信义会，吼，啊，那个讲台放两边，中是什么会？圣餐道，吼，所以伊是甲圣礼顶正做是礼拜的中心，吼，啊，咱顶头会是甲讲台上帝的话，正做是礼拜的中心，这个没有对错，哦，这两个拢最重要。啊，不过渐渐吼，即马礼拜堂的起座方法无共款啦。吼，即马礼拜堂的起座方法就较新潮的礼拜堂，毋是甲讲台放中心，嘛毋是甲圣餐座放中心，伊的中心是一个舞台，有无？舞台，哦，舞台为中心的礼拜的礼拜建筑有一个危险，上徛伫舞台顶面，哈？不只是无书啦，吼，重点是人啦，甲人放伫礼拜的中心，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思考吼。好，大家做参考。好，伊讲这个是在你们在理性上的敬拜，啊，毋是干那行一个仪式啊，享受迄个感觉，哦，是理性，这是你们理性的服饰，理性的敬拜。啊，刷落。是安怎会为理性的敬拜走去灵性的敬拜？哈，这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吼。迄若是咱即马的观念吼，什么款的人较属灵？是比较理性的人较属灵，还是比较敞开我的心胸，哈，较有感觉的较属灵？各位兄弟，咱即马的经验应该是。较灵恩派的，吼，较爱唱歌，一个礼拜1点钟半拢咧唱歌的，哇，吼，迄种会较属灵对不？比较属灵。可是希腊哲学伫希腊文化顶面反而是相反的吼，因认为是理性才是属灵的，吼，理性较是属于灵性的，吼，所以保罗底下也直接可以写成说，这个是你们在灵性上的敬拜。啊，这个灵性上的这个希腊文的是 pneuma 的是圣灵的意思。买当讲圣行，买当讲心灵，好啊，那一个跟理性有关系，好，所以整个下来，咱看到，伊讲，咱来好好本的说，你们如此。服侍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，啊，不过咱会当理解真做，恁安尼的敬拜是合理的，哦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啊，是讲咱要甲理解讲，这是咱伫理性上面的敬拜，最后变成这是咱伫灵性上的敬拜，伫灵性顶面，伫心灵伫灵性顶面的敬拜，好，所以。你通知影这句话，伊在讲的是在讲迄个活的祭吼，那个活祭，我们都是咱拢是献伫这段迄个祭物，讲较真实的啦。咱若是献伫这段吼，啊若是抬死伫这段顶面吼，一死百了，对不？吼，安尼嘛较事情比较简单，比较容易呀，吼。麻烦，较麻烦的所在是啥物货？是甲你献起哩啊！咱甲家己献上咱的性命，伫这段顶面，真做一个活的祭。这样以后还是有变数的哦。哦，心情不好的时阵安那，没认做啊，我就下祭坛，对不？哦，然后跟女朋友吵架怎么样？无这个心情，敬拜无这个心情好使。是一个 living sacrifice， 较顶倒是一个麻烦。吼，咱若真正是这个祭物吼，抬就抬死，底下小小的，就拢无代志。啊，不过保罗底下提醒呢，
咱毋是即款的祭物，咱伫祭上帝祭坛内面，这段的顶面，咱是活活的祭，会有这个缺点。啊，毋过相时嘛是一个优点。咱的性命得安怎？保罗所讲的，毋通学即个世界的款，因为咱本来即个祭物是活伫即个世界。伊讲，咱即摆已经献伫这段顶面，毋通搁去学即个世界的款。得安怎？得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当咱诚做祭物献上咱家己伫这段顶面，迄重点毋是咧讲迄个做代志迄个服侍。啊，咱基督徒若听到服侍两字，就开始要徛起来要创啥？吼，看要收奉献，还是要做啥物代志？重点毋是遐，各位兄弟。当保罗咧讲，咱基督徒献上家己的性命，诚做一个活祭的时阵，重点是咧讲性命爱安怎？爱换新，爱改变。有可能咱做一个服侍，做了有缘是迄个合伫世界迄款的迄个性命。所以迄个重点毋是做这个代志，各位兄弟，重点是愿意互圣神。诚做咱性命的主，来转换咱家己。如果咱拢是安尼，互献伫这大顶面，做一个活祭的时阵，保罗下面就这个提醒就最重要。伊讲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，所想着安分来想。照上帝所赏赐达人性的分量，因为亲像好，伊要讲的是毋通甲家己看伤重要。咱拢是献伫这段顶面的祭物，献起嚟啊！毋通讲我即只是牛，比你迄羊较大只，吼，啊比你的迄个安椒。比你的鸽子，吼，较重要，较有价值。毋是，咱拢献伫这大顶面，诚做祭物。伫遮保罗有一个做水的比喻，伊讲咱是伫基督做一身，逐个三共做体，就是讲咱伫基督内面拢诚做肢体，是无共款的肢体。你是手，我是骹；伊是鼻仔，我是迄个是耳孔。功能不同，啊，毋过安怎？各位兄弟，咱伫上帝眼光的地位是共款的，这是介重要的。这绝对毋是世界的款。咱若是一间公司，若照世界的款，谁上重要？董事长上重要。啊来咧，总经理，吼，啊是咱讲 CEO 对无？吼，啊来咧，层负责无共款的职位，悬的较重要，啊落下骹咧，随时换掉嘛无要紧，对无？吼，啊即马就一直换到清洁人员上无重要，这是一个公司内面的看法，这是世界的款，各位兄弟。啊，若教会咧，啥上重要？啊？是毋是牧师长老上重要？哇，讲遐金要创啥？哈，是毋是牧师长老执事安尼上重要？吼，毋是呢。咱甲一个公司共款的所在是，咱分工负责，家己每一人无共款的职务甲责任。甲权柄，才有共款。啊，佮无共款的，是教会上有价值的所在是，咱的功能虽然无共款，咱要负责的代志虽然无共款，啊，毋过咱的啥物货？地位是平等的。伫上帝的眼光看起来，咱的价值是共款的。所以伫遮保罗讲，毋通佮学即个世界的款。咱拢已经是献出来，诚做一个活活的祭。咱
转换咱的性命，毋通因为咱所做的工、所负责的职位的事工无共款，咱去看家己较重要。这保罗这水、这好的提醒。所以，搁一届各位兄弟，这段经文罗马书12章第1到第8节，保罗强调，咱是一个活我的罪。咱甲一般犹太人咧想象的迄个罪无共款，迄是活我的羊、活我的牛牵来，太好死，献伫祭坛顶面，一了百了。毋是，咱是活我的罪。咱献上咱的性命伫祭坛顶面了后，故事还没有结束啊！咱继续在背拔，要成长，要转换，要改变，而且这毋是咱家己一个人的问题尔，是阁有侪兄弟姊妹，甲咱共款，同齐献伫即个祭坛顶面，诚做活活的罪。即款活活的罪所重视的，是灵性的敬拜，毋是干那想着服侍咧做代志。这是一个生命的敬拜，敬拜上帝，服侍上帝。这毋是出伫迄个仪式礼仪，这是出伫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。咱若是安尼的话，保罗阁提醒，咱一定爱用心智、换心来变化家己，因为咱是活我的罪，咱袂刣死伫祭坛顶面，咱来趁即个机会，趁你敬拜，趁你服侍，爱用心智、换心来变化家己。上尾，各位兄弟，咱知下倒有提醒，这毋是干那你一个人的代志尔。咱是侪祭物献伫祭坛，所以咱爱知影，咱甲咱的兄弟同齐伫祭坛顶面，做伙伫教会内面，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恩赐，无共款会当起造教会的即个能力、即个恩赐。有诶伫即个世界看起来，哪亲像较重要；有诶伫即个世界看起来，亲像无价值。啊，毋过，这是世界的款，咱若要用心智换心，要用上帝国的看法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，各位兄弟，而且要甲咱提醒、甲咱保证的是，无论咱伫教会是甚物款的角色，无论咱伫教会，咱对圣神遐得到甚物款的恩赐，咱伫上帝的眼光是平等的，咱是同款重要。这个拜五下晡，我去一个高中的团契，请我去讲一个专题演讲。主题对我来讲很好笑，叫做时间管理。讲叫我去讲时间管理啦，吼！我时间管理上落的，吼。无法度，人请我去讲。我就只好讲一个，讲这款的讲法，就是讲我是安尼，恁就莫对我就好啊。吼。除了我甲这个囡仔讲 priority table， 讲一个优先顺序表，我应该捌甲咱兄弟分享过。了后，我讲一个观念，各位兄弟，我讲一个观念，就是讲，当你若拄着两项代志拢最重要。同款做紧急的，又重要又紧急，两个代志强碰，两个事件强碰，你要安怎选择？要做这项，还是要做这项？两个拢是最重要，两个拢是做紧急的，拢发了你来做，你要怎么取舍？各位兄弟，你要怎么取舍？两个都很重要，两个都要你来做，要怎么取舍？两个都不做，同一个时间呐，你跟他选一个呀？找谁来做？所以找两个来做，自己不用做呢。
哎，咱的适用技术很快哈。有当时啊，咱的谢安技术啊，试用坐在那边说怎么变成我了哈？有当时啊，咱们刚是两难，唔知要安怎选择，无就摕银角出来安那，哈，银角咧，咚，看哦，正面反面来计一项来做，千万唔通，各位兄弟，咱爱勇敢做一个决定，啊，毋是这个决定背后你有够额的 information， 你有够额的资讯，你要去思考一件代志，你要去想讲，这两个事工，哪一个你是可以被取代的？就是讲，这两件拢做紧急的，拢做重要的，看起来拢需要你去做。啊，不过的确一定有一个你的取代性比较高，就是讲这件代志其实唔免你来做，可能有别人会当代替你来做。啊，那这件代志较无法度，你就选这件。举一个例，今嘛若有一个足大的基督徒的退休会，请我去做讲员，安尼有重要无？吼，你会当影响1000人哦。吼，这个讲员，哦，我嘛最想要去讲的题目毋是时间管理，吼，讲我最爱讲的，好，无拍算，赶快这个时间，完成依云要做他的钢琴发表会，哇，要安怎算？各位兄弟，阮查某囝要迄个时阵有一个伊的钢琴发表会，啊，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有100几个人要听我演讲，要安怎？各位兄弟，叫牧师娘来安怎斗相共啦？哦，牧师娘去依云遐，哦，啊，我来安那来讲道是无？有别个看法无啦？哈，安尼袂歹吼。迄个姚伦安尼一脸很不以为然。来个姚伦，你讲你的想法是安那？你拢无声，你会怎么选呐？什么？爸爸只有一个啦。各位兄弟，我真正甲你讲真实的，这愈老的兄弟吼，就愈会安尼想啦。20年前，这嘛是可以啦吼。各位兄弟，我甲恁讲真实的话，20当进前，20年前，我一定会选说，迄个牧师娘你去听就好，你代表去听，我要来讲这，吼，这最重要的哦。我会当影响100几个基督徒呢，这最重要的呢。吼，即马20当了后吼，我50几岁啊。无，即马我会去参加阮查某囝的钢琴发表会。吼，哈，你说什么？啊？哦，他要给我要付钱哦。录起来。吼，因为真正，那叫我都讲迄个取代性。可否取代性？较大迄个庄弟兄讲的啊，爸爸干哪几个？一个啊。各位兄弟，牧师千万呐，敢真正一定爱陈思豪开有法度讲迄场，是绝对无一定啦，对无？吼，弟兄姐妹，我若看家己超过我家己。安尼我就会讲安那，这场，干那我会当来，是毋是？咱若伫上帝的厅内面，咱看咱正下的姊妹是平等的，其实你会当放心，互你家己被取代，同不同意啊？各位兄弟，好，毋是讲。无看上帝的事工重要，毋是，是咱去考虑迄个被取代性的时阵，我知影
这个查某囡仔、这个查某囝仔的爸爸的这个身份是不容易被取代的。但是妈妈去听嘛，无共款，好，是的啦。好，已经过了20年才想通，好，所以各位兄弟，想通也不见得做得到了。各位兄弟，咱好好